接住落嚟要關心嘅就係美伊戰事，美軍又再一次偷襲，而且係喺談判期間突然之間又炸咗飛彈陣地，咁伊朗就嬲爆，話俾人暗殺，會嚟一個全面大反擊。今日呢啲議題呢，我哋都會一齊關心。本來美伊雙方仲喺度談判，點知美軍突然間對伊朗南部目標發動新一輪攻擊，伊朗中央司令部都證實今次所謂嘅美國就話呢個係防禦性打擊，涉及咗啲咩目標呢？包括伊朗南部嘅飛彈陣地，仲有針對革命衛隊嘅水雷艇等等。美方當然就話呢個只係自衛行動，我哋嘅停火協議依然有效。但係我哋見到其實伊朗方面對美國已經有好高嘅不滿，已經冇信任啦。特別係呢件事已經唔係美國第一次突襲，大家仲記唔記得？當時喺2月28號美伊第一次談判嘅時候，代表伊朗同美國談判嘅人就係當時已故最高領袖哈米尼，佢就係喺談判期間俾美國空襲殺咗。咁今次美國點解又再做同一樣嘅事呢？今次美伊談判嘅細節我哋都可以睇一睇，包括討論要唔要解封姆子海峽。停火會唔會延長到60日？仲有濃縮鈾點樣處理都仲喺度傾，甚至伊朗海外資金會唔會解凍等等問題。咁針對呢個情況，我哋見到濃縮鈾嘅問題。當然，伊朗總統早就講咗伊朗無意追求核武，佢仲話會重新開放封鎖咗差唔多90日嘅國際網絡。睇落好似伊朗總統已經釋出咗少少善意，點知美軍喺呢個時候又再空襲，等於打擊咗伊朗嘅溫和派。又再一次等於俾咗一巴掌，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想請教下江哥點睇美軍今次又再空襲，咁革命衛隊都喺空襲之後即刻啟動咗所謂嘅防空系統嚟反制。伊朗接落嚟嘅報復行動可能會點做？江哥你點睇？你對一個地區施加壓力，如果你而家同佢處於交戰狀態，你都要保持住對佢施壓嘅態度，好似橡筋咁拉到一個程度，但又唔可以拉得太勁，否則會拉斷。但又唔可以完全鬆手，佢根本就唔驚你。所以而家對伊朗嘅態度，美國中央司令部就叫佢哋要保持住呢種狀態，即係話我隨時都可以打你，你唔好以為我哋走咗，我哋仲喺度㗎。同你講，我仲喺度。今次嘅行動就係由 F-15戰機負責，佢帶住集束炸彈同埋細口徑炸彈去對付伊朗處於低戒備狀態嘅防空導彈設施。我啱啱點解要講第一戒備狀態？即係話後來新聞都有講，伊朗全面提升咗沿岸防空導彈陣地雷達嘅警戒程度。其實佢哋對美國嘅空襲已經放低咗戒備，大家知唔知啊？結果而家又俾人打，又再中招。中招嘅地方係邊度？阿巴斯港。阿巴斯港係伊朗好重要嘅商業港口，亦都係海軍基地。所以話好似呢個非常重要嘅港口，竟然會挨炸，代表乜？代表美國做咗一啲你唔知嘅事情，因為佢哋炸成咗水雷艇，亦即係布放水雷嘅小型快艇。呢種快艇，伊朗有幾多？有300艘，所以被炸咗2艘。所以喺呢種情況底下，坦白講，佢哋係可被犧牲嘅一種軍事資源。但係佢哋攞住嘅水雷，呢種影響會非常巨大。所以美國喺呢個時候出手嘅原因就係想話，我摧毀咗你嘅水雷艇，摧毀咗你嘅防空導彈陣地，係想話俾你知，我仲未走，你要開始認真對待我哋嘅談判條件。當然，濃縮鈾亦都係絕對唔可以唔理會嘅。所以喺呢種情況之下，伊朗國內主張和平嘅溫和派，即係希望透過談判解決問題嗰啲人，代表就係總統裴澤斯基。裴澤斯基已經講咗，我哋一定會咁做。對於我哋呢個濃縮鈾嘅問題，我哋一定會尋求大家諒解。其實佢已經放軟咗態度，但係美國都係選擇咗空襲行動。呢啲都係雙方互相嘅行為，即係話我退一步，你又進一步，但係之後呢，就輪到你退我進。我覺得呢啲都係外交談判同外交用語，所以呢啲空襲行動只係一種表態，實際上對國防冇乜大意義。如果重新開放咗核武嘅海峽，呢件事甚至真係做到代表伊朗有誠意，咁我覺得川普你之後就冇乜理由再打落去，咁樣就變咗你唔啱啦。係好，不過另外一個問題就係美國今次嘅空襲行動係喺雙方談判期間發生嘅，所以而家被視為伊朗內部已經開始檢討，話你哋過去對美國咁溫和係咪錯咗？所以而家有個問題就係強硬派有冇可能崛起之後長期去解決同美國之間嘅問題？大使你點睇？
照伊朗一貫嘅政策嚟講，佢應該要報復一下，因為佢係等比報復噶嘛，係咪先？你炸我啲咩水雷艇啊、飛彈陣地啊，咁你都應該打返去啦。咁你都同美國人講話停火可以，但我都仲會打你咁樣。以前伊朗都係咁噶啦，所以而家就要睇伊朗點行動。所以無論伊朗係溫和派定主戰派，我覺得而家就睇下佢個政府會唔會採取行動。都係唔係嘅話，你咪退出談判台咯。而家唔係兩邊都坐喺台度傾緊咩？傾到火熱，咁你退出就表示抗議啦，係啦。咁都係俾美國睇準咗，覺得伊朗反正都唔敢打。我而家知啦，老師叫佢讓步唔讓步，咁我係老大，我出手打佢兩拳，睇下佢接唔接受。其實道理就咁簡單。你唔聽話，我同你講，我都係會整你嘅。咁我覺得，如果伊朗真係底氣夠硬，個性又夠硬嘅話，其實佢應該要反擊，唔係就唔傾啦。停火都唔停啦。但係睇嚟佢都唔敢付出呢個代價。咁所以講真，美國咁樣打呢，其實都唔算咩名門正派啦。尤其是一個超級大國呢，真係唔似樣。揀人哋啲飛彈陣地打兩下，又打個水雷，停一停，對你有咩影響啊？係啊，呢啲就係警告你表現得唔耐煩啫。係啦，咁你就唔好宣佈停火啦。你呢個國家冇信用，以後邊個敢同你打交道啊？你明明話停火，但係又可以打人啦。世界有冇咁道理咩？係啊，所以我覺得而家睇伊朗啦。不過我覺得當然係特朗普唔耐煩啦。特朗普唔耐煩。特朗普其實前日已經話快簽啦，就最後簽啦。結果就係因為 Rubio 又出嚟緩和一下，佢話：哎呀，呢個仲有好多問題未解決啊，特別係核武問題都未搞掂。所以特朗普就心急啦，心急就會做啲咁嘅嘢。不過我覺得一個國家公然唔守信用，長遠嚟講佢會付出代價。係啊。係啊，所以喺美伊停火期間，美國已經答應話而家要和談，但又去打人。咁而家就係講會唔會影響到其他國家對美國嘅信任呢？其實已經唔信美國啦。美國呢個時候又推出話主打要做嘅叫做亞伯拉罕協議 2.0， 希望可以擴大中東國家同以色列嘅關係，變得更加好、更加正常。仲暗示話，甚至伊朗將來都有可能納入呢個協議入邊。但係現實就係其他國家都唔理美國。首先，巴基斯坦就直接拒絕加入呢個協議。第二個國家係沙特阿拉伯，佢話除非巴基斯坦建國，除非巴勒斯坦建國，否則一切都免談。依家好多國家睇嚟已經對美國同以色列失去咗信任。呢個時候，特朗普仲想推動同啲中東國家同以色列好好相處，真係有可能咩？聶老師你點睇？OK， 我咁睇呢啲穆斯林國家、啲伊斯蘭教國家，其實都算係一個 group、一個盟友、盟國嘅概念啦。頭先講到巴勒斯坦要俾佢哋建國等等，當然啦，點解要講亞伯拉？因為亞伯拉罕喺度啦。當然，我唔係純基督徒，但係都多少了解亞伯拉罕。佢有一個源頭，即係佢哋有二種宗教都係共同信仰。呢個起源就係亞伯拉罕。所以咧，呢個可以話呢個所謂有啲唔同，但又有啲似嘅共同起源咧，就拉埋一齊，好似一家人咁嘅感覺。咁川普當時就做咗 1.0 版啦，所以就叫亞伯拉罕 1.0 版。8月13號至12月15號，呢個13號嘅意見提出咗啦，報紙上面都登咗出嚟。當時係一個聲明，當時阿聯酋啊嘛，以色列啊，當然阿聯酋係伊斯蘭教，咁以色列就係猶太教，即係話其實都一樣啫。我哋就用亞伯拉罕嚟代表，係有一個共同起源，我哋一齊嚟啦。咁當然咧要有啲見證啊，我哋就發個聲明。隔個月啊，9月15號就簽咗，又加咗巴林，即係有海軍基地嗰個巴林啦。呢4個國家接觸，呢個就係 1.0 版。依家 2.0 版，特朗普覺得咁樣做都唔錯喎，其他啲伊斯蘭國家都可以一齊嚟。我哋就亞伯拉罕協議 2.0 版，大家覺得點啊？但你知啦，佢哋入邊其實你睇下機制入邊都分好多派系，佢哋根本唔理你亞伯拉罕唔亞伯拉罕。佢哋入邊其實真係仲有好多，甚至有啲戰爭嘅隱憂，甚至國與國之間嘅鬥爭都仲存在。所以你要傾掂數，其實真係有啲難度。當然講到連算係大國嘅巴基斯坦都跟住反對。好啦，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唔太可行。我而家想講翻去另一個話題啦。啱啱提過一樣嘢，美國真係唔可信。其實呢個和談嘅嘢，我咁樣分析啦，就係話伊朗呢個地方講難聽啲，佢哋係唔可以讓步，讓咗就死硬。佢哋而家就好似行緊鋼線咁。
如果佢哋一讓步，我同你講，美國即刻就會打死你。咁我先拉翻去講，其實亞伯拉罕2.0版，即係特朗普成日喺度自吹自擂話我哋一家人一家人。但係重點係你係咪真係尊重人哋、重視人哋講咩，定係你想指揮人哋、命令人哋想收編對方？呢個其實有分別。你明唔明？你係想收編對方，你應該點做？你知唔知伊朗對啱啱我哋大致講過，伊朗對美國係完全冇辦法信任噶嘛？佢不停咁重複同一番説話，仲要到處同歐洲盟友講得好清楚。其實歐洲盟友都係美國嘅盟友，但佢都要同歐洲人講清楚。美國一直都唔守信用，出爾反爾。川普講過好多次，我哋答應咗嘅嘢從來都唔會算數，就算今日簽咗，佢都可以反對，可以反口。呢個人連國際法都唔遵守，你覺得我哋同佢簽約，我哋敢唔敢信佢啊？梗係啦，主戰派一定會咁樣諗。問候派嗰啲人，我就會諗起我哋以前中國歷史入邊有個競賽史，有個人叫汪精衛啊嘛。佢覺得日本人可信，對日本人好啲，大概中國人就唔會死，大概就可以救翻條命。咁都唔啱㗎，因為日本就係要你滅國啊，就係要攞走成個中國。請問你仲想同佢傾咩？呢個就係點解傾唔掂嘅原因。佢哋完全唔同。今日講句唔好聽，美國要嘅嘢有4樣。而家佢一定要讓步，因為美國打唔起。從美國角度嚟講，佢唔可以唔讓步。如果唔讓步就慘啦。美國表面上係贏，面子上絕對係贏，但其實唔係。佢底子入邊其實係輸緊，因為佢嘅消耗戰好恐怖。佢打到你知啦，愛國者導彈都俾人打到剩翻一半庫存，2000幾個變咗1000幾個。仲有佢未來嘅後勤能力更加唔夠重要，佢要應付未來喺成個國際新勢力大格局之下，仲有另一條龍嘅威力有幾大？佢而家咁樣消耗啲能量俾人打走咗之後，佢點樣去應對未來？其實佢根本耗唔起。我同你講，佢唔可以唔俾，佢一定要俾。所以原本特朗普想要10分要全贏晒，我同你講，其實佢已經委屈到用8分7分啦。你知唔知伊朗？佢本來話我只可以俾你12，但係伊朗講嘢都退咗1.34，佢哋都未完全拉晒，拉近咗。所以最近成日都講話佢哋簽咗就快簽。特朗普話：哦，已經冇問題啦，2日內就簽，而且好似已經簽咗95%啦。我同你講，剩翻1%要簽，最後都仲會出事。而且伊朗一直都覺得好，全部都答應你，你又應承我要永遠保護我嘅國家，要大家國際間保證你唔會再打我，你真係要解凍我啲資產喎。邊日一簽落去，唔得，自然又會有問題，又封鎖伊朗點算？所以呢個問題就係伊朗根本冇辦法簽嘅主要原因。好多謝老師，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求存，依家同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搏，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